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7月17号。咱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11节到17节，以赛亚书44章第9节到17节，以弗所书第3章13到20节。今日要甲咱分享的主题是永远信息。前礼拜有一位中共前的即个生化的博士科学家专家逃出中国，伊提供济的文件做美国还是用西方国家的证据咧讲着中国安怎暗藏即个疫情的代志。咱牧师今仔日毋是要探讨即个内容，但是有一项代志伫伊咧传达的中间，值得咱来思考的，就是中共政府对伫遮的意见无共款的人的压制，以及企图来控制遮个人。伊用一个当事人的朋友、厝边的人的性命做威胁。对伫即个过去捌真效忠伫家己的国家政府，对即个科学家甲人民所做的手段，竟然是安尼。搁较明白来讲，是讲世界上无有另外任何一个权力单位值得倚靠信赖。俗语讲变面亲像咧变节共款，只要毋听因的指示，即个人的朋友家属就会受到威胁，要来逼遮个无听话的人来乖乖听话。若无就制造侪的白贼话来陷害对方。伫政治上，真正咱会当发现，无有任何一个政治体、政治人物、政权是永远信实可靠的。诗篇86篇的经文安尼甲咱讲：上帝求你来指示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互我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主啊，我的上帝我要专心学乐你，我要荣光你的名，直到永远。这是诗篇86篇甲咱讲的话。只有上帝信实可靠。伫加拉太书第3章的经文也提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允。当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甲伊的后裔的时阵，并无颁布律法，却已经将这个应允的愿望来显示互伊。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指单数啦吼，是指着讲要透过耶稣基督所显示落来的救恩。对亚伯拉罕的预言，到伫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几千年的人类的历史。对耶稣基督到现在嘛超过2000年。咱若用人类文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人类来讲，这应该是差不多讲是永远啦吼。上帝却是信实继续照伊的救恩的应允来实践。今仔日的经文伫彼来书第6章18节到20节，嘛安尼甲咱讲，有两项代志是袂会改变的，因为上帝袂讲袂睬。因为安尼，咱伫即个所在来找求伊来保护的人，真受激励，要掠着迄放伫咱头前的愿望。咱有即个愿望，亲像性命的即个打定共款，是安全佮可靠。通过天顶圣殿的即个门，直到内底的圣所，为着咱耶稣做咱的头前，已经去到伫上帝遐，伊照未去洗涤的已经做永远的大祭司。
这是咧甲因讲上帝想所互人类的一个永远信息的应允。以赛亚书第44章也讲到迄个人手所雕刻的偶像，佫较是无法度成做人的守护者。虽然人伫拄着灾难的时阵，会对因来念香来祈祷，讲你是我的神明，你来救我。但是迄个已经成做高大的柴的偶像，并无法度成做人的帮赞。伊即部是人，因为人的手工艺术的能力，将伊装塌甲水水，但是一点仔功效都无。伫台湾原本伫旧历的3月妈祖生的时阵，会举行即个妈祖来世家的即个活动啦但是因为防疫的关系来延后，到伫最近7月初的时阵台湾竟来因为受到控制，疫情受到控制，就开始计划即个妈祖来世家的宗教活动。当然，咱会当想象，这包装真水，人也穿啊真水，嘛真闹热。照台湾新闻的报道，有一个住伫美国的信众，已经进前有报名，想要转去参加即个活动。但是因为美国的疫情太严重，转去台湾必须爱来隔离2礼拜，所以就取消转去台湾的即个行程。7月初7，即位住伫美国的台湾民间宗教的信徒。穿着台湾的即个妈祖世家的专门的衫，手举着香，伫因的兜内底跑步机顶悬，看到即个电视的转播，伫遐咧原地踏步因为时差的关系，伫美国是日时，所以就甲因兜的窗仔拢关起来，即个门铃嘛拢甲关起来，当作暗时就点一个灯安尼并且伊搁安尼坐对迄个电视柜的下骹，当作是咧软即个桥这一连串的假做这的代志，咱讲虚拟的绕境的即种的报道，媒体安尼讲叫做假的世家。心灵心有诚诚恳就会有诚安尼啦这敢是真正的吗？对这样代志，牧师心中有一个疑问当然，我毋是咧讲偶像真诶假，因为这我已经真清楚知影。牧师想要问的是，讲台湾的记者哪会知影，佮摕到即个伫美国的台湾人安尼做，这分明就是家己想要分享即种假的事件、假的信仰，借这个机会想要出名，将这个影片来分享出去，敢毋是安尼？一个完全建立伫迄个虚的基础顶悬的宗教行动，会当得到应允的释放吗？会当得到平安的同在吗？基督徒的你我，咱应该安怎来追求永远信息上帝的应允？我想已经真明白愿上帝保守咱来度过这个真艰难的时刻。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7月17号。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11节到17节，以赛亚书44章第9到17节，希伯来书6章13到20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永恒信实。上个礼拜有一位前中共生化方面的科学家全家逃出了中国，提供了许多有相关的文件，作为美国跟西方国家对于中共武汉肺炎的发展以及防疫的谎言。
牧师今天不准备来谈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中共政府如何对于异议人士的压制以及企图来控制整个的事件。他们以这个当事人家人的或是朋友的性命来威胁他们。对于这个曾经效忠国家的人，他们也是如此的手段。更明白的说，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权力单位可以值得信赖的。俗语说，变脸就像番薯一样，只要是不听从他们的指示，这个人的朋友、家属的性命就会受到要挟。他们企图迫使那一些不听话的人能够乖乖就范，否则就制造许多的谎言来诬陷对方。在政治上，我们也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政治人物、政权是永远值得信靠，或是永远信实的。诗篇86篇的经文这样说：上主啊，求你指示我该走的路，我要顺服你的真理。求你教导我怎样敬畏你。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一心颂赞你，我要永远宣扬你的伟大。你对我的慈爱多么浩大，你救我脱离坟墓。只有上帝信实可靠，在加拉太书第3章中也提到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的时候，那个时候并没有颁布律法，却已经将这永恒的盼望赐给了他跟他的后裔。而亚伯拉罕的后裔原文是单数，那么指的是上帝透过了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要赐下救恩。从亚伯拉罕的预言到耶稣基督，已经有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从耶稣基督到现在也超过了2000年。我们就从人类文明的历史记载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已经是永恒的。上帝却是信实的继续实践他所赐下的救恩的应许。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第6章18到20节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是不能改变的，因为上帝不会撒谎。因此，我们这些寻求他庇护的人深受激励，要抓住那摆在我们前面的盼望。我们有这盼望，正像生命之锚，又安全又可靠，通过了天上圣殿的幔子，直到里面的圣所。为了我们，耶稣做了先驱，先到了那里。他已经按照麦基洗德一系，永远做大祭司了。以赛亚书44章也告诉我们，那人手所刻的偶像，更是无法成为人的守护者。虽然人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对他们上香祈祷说：“你是我们的神明，救救我们吧。”但是那已经成为枯木的偶像，并无法成为人的帮助。它只不过是人类手上的一个手工艺术能力所装扮的亮丽，但是却一点也没有功效。在台湾原本于农历3月这个举行的妈祖绕境的活动，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后了。最近因为台湾的境内社区感染控制有成，而开始了妈祖绕境的宗教活动。
想当然的一定是包装的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热闹。据说有一位住在美国的信众，之前已经报名要回台湾参加这个妈祖绕境的活动，但因为美国疫情严重，回去台湾需要被隔离2周，因而取消回台湾的行程。7月7号，这一位信众却在美国的家里，穿着妈祖绕境的特殊衣服，手拿着香，在家里的跑步机上跟着这个电视转播，假装在绕境。因为时差的关系，我们在美国这边是白天所以他把窗帘都拉上，假装是夜晚，然后点着小灯。不但如此，他还在家里的电视柜底下这样子钻过去，好像假装在钻这个神教。这样一连串的假装的虚拟绕境，媒体这样的形容，叫做伪绕境，然后心诚则灵，真的是这样子吗？牧师对这件事情心中有一个疑问。当然，我已经非常明白偶像是真是假，我就不论这个了我想问的是，台湾的记者如何知道美国有一位这样的台湾人做这样的事，并且有影片？这分明就是自己想要分享这个伪绕境、假信仰，借机想要出名而已。一个完全建立在虚的基础上的宗教行为，真的能够得到应许的赐福吗？能够得到平安的同在吗？基督徒的你我们应该知道如何追求永恒信实上帝的应许，这是很明白的事的。愿上帝保守我们度过这艰难的时刻。